台灣國際電競公開賽今年是得到世界電競總會銀標籤的認證哦。也毋過，電競協會昨下晡雄雄宣布講，今年要停辦。協會是指出講，主要是因為今年立法院的總預算卡關哦，所以比賽只好取消。運動部長李揚今仔日立法院是表示講，會積極來輔導協會利用基金的預算，希望講比賽會當繼續來辦，唔通去影響到選手的權益。就任到打拄滿7個月，運動部長李揚第二屆到立院教委會報告備詢，不過就佇會前傳出政務處長陳時中已經請辭。請問你知道這個消息嗎？剛剛得知。鄭市長管理非常多的業務，然後後續的這些工作規劃，可不可以簡單說明一下？跟委員您報告，那這部分我覺得還是要從行政院正式發布了這一個人事的調動之後，我們再來說明。李揚無回應伊，個人敢會甲遺留，簡單表示愛等行政院公布。陳時中會知影證實已經完成階段性任務，確定請辭，會登去國體台。台灣國際電競公開賽今年頭一擺得到世界電總銀標籤的賽事認證，電協佇7月雄雄宣布因故停辦，原因指控今年立法院總預算一直無法度通過。李揚講會輔導因使用基金預算，這樣的一個倉促的一個取消，讓我們很驚訝。到昨天為止，我們的運動部同仁都積極與田協這邊來接洽，希望他們來輔導他們來使用這個基金的預算。李揚希望比賽有緣會當辦，莫去影響到選手。不過電協表示已經通知世界電競總會，明年擱再爭取。記者綜合報道。